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一栋大楼火灾，因为疫情封锁，影响救灾，消失10个人。这个事件嘛，拖到中国各地抗议不断。最近来台湾的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等人嘛，声援民众的抗争活动哦，伊嘛呼吁国际社会爱关心。声援中国人民反封控，声援中国人民反封控。几名民进党立委连同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等等做伙声援中国各地反封控被抓行动。这嘛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受到中国镇压以来，唔捌看到的全国性抗争浪潮。这个抗争继续在中国广泛展开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当局还是会用更强硬的武力去进行暴力镇压的。因此，我才说来自外界的这种关心，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对于保护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王丹表示，北京当局也未表态，显示高层意见无同，随后内容镇压，各无经济发展支持之下，只有反效果。与会民运人士嘛认为，这个是国家甲社会对立。在贵官的压力之下，人民受到自由民主的干扰。其实未来可能就如同就是鲁世云其实在那个铁皮屋里面讲过的，他们是醒过来之后不再这样睡，然后继续去争取，然后终有一天是有机会打破那个厚实的那个铁皮的墙壁。因为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引起群众抗议潮，联合国嘛呼吁中国按照国际人权法律嘅标准回应活动，北京嘛密切关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嘛发声明，呼吁点伫中国美国公民保存14天嘅药品等物件。有学者估计讲，若清零封控继续，民变嘅几率会升悬。记者点立开台北采访报道。